在这儿。金，金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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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我！格瑞，既然醒了，就下来自己走吧。好疼啊！干什么啊，格瑞？紫藤，你醒了？金，竟然睡了整整3天，你是猪吗？凯莉，你说我睡了3天？是啊，打倒鬼狐天冲那家伙后，你就昏倒了，一直到现在。怎么我们又回到奥图大厅了？咦，这些人不会又一言不合就打起来吧？你放心，比赛结束后，参赛者之间是无法互相攻击的，这一点很多人都试过啦。那就好。预赛已经结束了，这么说我们都通过预赛了？那还用说？你反应也太慢了。太好了，凯莉！格瑞，紫藤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都通过预赛了。这么说，这里都是通过预赛的参赛者吗？没错，排行榜前100位的人都在这里了。我们也是排行榜前100的高手啦。对了，那其他人呢？没能进入预赛的那些参赛者，他们都回家了。怎么了？其他的人，大家都……各位参赛者，请到我这边来。通过预赛的参赛者们，经过3天的休整，相信你们的身体和元力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恢复。而今天召集大家，就是要在此宣布，凹凸大赛的下一阶段，各位期待已久的淘汰赛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快解除这些该死的屏障！要拿分了！请稍安勿躁。我知道各位走到现在，都经历了艰苦和激烈的斗争，但那只是手段，并非目的。不要迷惑了自己的本心。在凹凸大赛中，力量与智慧、合作与对抗同等重要。必要的时候，也请保持相应的克制和隐忍。只有这样，才有机会赢得最终的胜利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那么，请等一下。丹尼尔大人，既然你说斗争并不是目的，那为什么没能进入预赛的那些人却……为什么莱娜小姐她明明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的，不是吗？紫藤，你说什么？莱娜她还有其他人？他们都出局了，是被主办方判罚的。怎么会啊？对于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参赛者，我也感到很遗憾。但大赛的规则就是如此。没错，在凹凸大赛中，规则才是第一位的。不合规则者、逃避规则者、违抗规则者，都只有被淘汰，没有人可以例外。凹凸大赛的规则来自至高无上的创世神，绝对不容违抗。可是这种规则的比赛，那么要放弃吗？
已经忘记了自己要追寻的是什么了吗？实现愿望，完成梦想，改变命运。凹凸大赛给予了你们这全宇宙独一无二的珍贵机会，难道有谁认为这是可以不战斗、不拼尽全力就能够轻易获得的东西吗？别开玩笑了！如果是抱着这种天真的幻想来参加比赛，我只能说，这种人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站在这里。凹凸大赛的参赛者本来就是踏上了一条没法回头的路，因为所有的参赛者有着不惜一切也要去实现的愿望，有着即使失去一切也要去获得某样东西的觉悟。你们要否定自己和他人的这份意志和觉悟吗？在我看来，这种行为才是对那些被淘汰者最大的亵渎。言尽于此。淘汰赛的具体时间和地点，稍后会另行通知。何去何从，就请各位用自己的意志去选择判断。哎呀，这不是大天使裁判长丹尼尔大人吗？幸会幸会。你是超能研究所所长大人。竟然被丹尼尔大人记住，真是老朽的荣幸啊！凹凸大赛能够顺利进行，离不开大家的协助。希望在此之后，大家也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。哎，丹尼尔大人太谦虚了。您才是这届凹凸大赛的最大功臣啊！就好像刚才在下面那番演讲，真的太精彩，说的连我都差点相信了。哪里？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也请观战的各位继续享受比赛带来的乐趣。接下来的节目应该能让大家满意。没错，大家敬请期待吧。别难过了，子堂。你不是还有必须实现的愿望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必须连大家的份儿一起努力才行啊！愿望，没错。还有这个，金，你说的对，我必须要赢得凹凸大赛。哎，我说什么了？只要赢得凹凸大赛，就能实现愿望了。我决定了。各位参赛者请注意，凹凸大赛的第2阶段淘汰赛很快就要开始了，请各位做好准备，前往新的比赛场地。淘汰赛要开始了。我们为参赛者准备了各种载具，请随意选择自己中意的载具搭乘即可。上面都配有自动导航系统，能够引领各位前往新赛场。啊，这不是我们的领奖号吗？是新船，仿造品吗？就它了。的 GP13超能空战艇。加德罗斯大人，相信我，请选这个吧。老姐，我们走。哇！啊！哎！哇！哎，怎么搞的？怎么一转眼一辆载具也没剩下？
好，还不是听你东看西看的。我只是好奇嘛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该不会要我们用走的吧？啊！要搭便车吗？哇，火箭车！凯莉，你太棒了！发条动力。你们来不来？只剩这个能载4人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赛道竞速环节。现在我们的选手已经选好了各自的载具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激动人心的比赛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真是久违了的操作系统。交给我们老大。啊，凯莉，谢谢你载我们。我小时候可是一直想要这样一个火箭车呢。哎呦，有品位！这辆车是超能研究所早期推出的概念型号，市面上已经绝版了。我虽然收集了7辆全款，但却不包括这辆典藏版的。太好了！有了这辆火箭车，我们一定没问题了。请各位参赛者注意，我们将进入倒计时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嘉宾——超能研究所所长大人。首先，感谢各位参赛者使用本研究所的产品。没错，各位乘坐的载具都是由我们超能研究所研制的精品，不仅外观华丽，而且内藏各种惊喜哦。是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快开啊，凯莉！发条车就是要时不时上下发条啦。哎呀，我累了，谁去呢？我去。进，动作快点啊！发条车的动力可就靠你了。这是什么？跑在最后的10辆载具，应该都看到倒计时了吧？啊？是的，这就是我送给各位的第一重惊喜——定时炸弹。这些倒计时都是100秒，只有落在末位的载具会真正的启动倒计时。那么，祝愿各位参赛者都取得理想的成绩。原来如此，他说的是炸弹。啊，炸弹！哎，